这起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祝贺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达赖喇嘛尊者向各方信众传授6臂马哈嘎拉随序灌顶；达赖喇嘛尊者接见各国信众、日本政要和印度官员。藏人行政中央欢迎美国参议院通过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司政边巴4人圆满结束对欧洲5国的访问行程。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团出席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及台湾国会西藏连线成立仪式。教育部长塔兰卓玛结束对拉达克藏人学校的访问。藏人行政中央敦促中国公布第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西藏博物馆庆祝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及举办临时展览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台湾第16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于5月20号在台北总统府举行。民主进步党籍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及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于当日上午宣誓就职。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于本周二致函赖清德总统表达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写道：看到民主在台湾如此根深蒂固，我感到非常高兴。台湾人民不仅发展了繁荣稳健的民主制度，而且在实现巨大繁荣的同时，保留了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尊者最后祝愿赖清德总统在应对未来挑战、实现台湾人民的希望和愿景方面取得圆满成功。此外，应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第2世卡鲁仁波切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5月18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8500多名僧俗信众传授了6臂马哈嘎拉随序灌顶。尊者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回忆了他流亡印度前夕，在西藏拉萨的罗布林卡最后一次参拜马哈嘎拉的往事，以及他与马哈嘎拉之间的特殊关系，并指出当时马哈嘎拉回应尊者的祈祷，表明西藏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尊者还强调说，自流亡以来，他感受到了6臂马哈嘎拉持续不断的加持和引导。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5月20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勤宫接见了由迪普卡宗教基金会组织的来自越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美国和蒙古的一批信众。本周三5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会见了来自日本大阪清风学院的副校长平冈宏明和前国会议员兼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常伟晋。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旺加布阿若亚博士陪同上述贵宾觐见了尊者。当天，来访代表团还参观了藏人行政中央总部。当天，达赖喇嘛尊者还接见了印度毗拉马尔集团董事长阿杰毗拉马尔和喜马偕尔教育部的代表拉杰什夏马尔，以及沉思科学与慈悲论理中心执行长罗桑丹增黎格格西。期间，喜马偕尔邦教育部的代表和毗拉马尔集团的代表为引入社会情绪与论理学习计划，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见证下签署了意向书。该计划旨在将社会情绪与论理学习融入日常课程中，通过增强学生的社交、情感和道德能力，来培养全面发展能力。此次合作体现了喜马偕尔邦改善学生的教育体验和整体扶持的承诺。多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北美和欧洲的数十所大学和学校引荐了世俗论理课程。尊者对此指出，用人类智慧培养爱与慈悲心是人类繁荣的关键。与此同时，今天5月2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勤宫特别接见了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苏克温迪辛格苏胡率领的代表团，并举行了简短的会谈。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于本周四5月23号一致通过了2党共同推出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闻讯后，代表西藏人民对美国国会议员的举动表示感谢和赞赏，并希望该法案尽快成为美国政府的又一项涉藏法律。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去年11月通过了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随后众议院于今年2月在两党压倒性的支持下通过了该法案。该法案也被称为解决西藏法案，旨在加强美国推动中国政府透过与西藏领导人对话解决长期存在的藏中冲突方面的努力。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六5月18号圆满结束了对欧洲5国的所有访问行程，期间与欧洲各国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政策决策者、学者、媒体、支持西藏人士和当地的藏人进行了互动交流。司政在访问法国期间，于上周三5月15号拜访了法国参议院，受到参议员杰奎什、尤塔什、布鲁等参议员的热情接待，并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敦促法国和国际社会承认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和中国的民运人士是推动中国积极变革的内部力量。他赞扬马克龙总统与他会面的决定，并认为这是反对中国影响力的大胆立场，鼓励其他欧洲领导人效仿。司政还呼吁法国参议员在议会提出一份有关西藏境内紧张局势的决议，并特别敦促法国参议院就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采取与美国政府类似的明确立场，拒绝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宗教事务进行任何蛮横干涉。法国参议员们接受了司政的提案，并保证将提供支持。5月17号，司政边巴次仁拜访了台湾驻法国大使吴志忠、法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前国会议员让·米歇尔·贝洛杰，以及支持西藏团体和法国佛教联盟的代表。此外，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丹巴雅培、议员色达扎西顿珠、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曲英组成的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团于5月21号圆满结束了对台湾为期6天的访问行程。代表团分别于5月16号和17号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受到驻台代表隔向监参，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主席扎西次仁、副主席丹增南大、西藏青年大会台湾分会会长公爵拉巴等的隆重迎接。在访问台湾期间，副议长卓玛次仁、部长诺增卓玛率领代表团成员于扎西伦布寺主持第5世西迦仁波切一道于5月17号下午出席了由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主办的纪念第11世班禅喇嘛被迫失踪29周年记者会，并发表了讲话。上周六，藏人代表团成员在台北全德佛教广场的礼堂出席了驻台办事处主办的萨嘎达瓦初始法会，以及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达赖喇嘛尊者授予6臂马哈嘎拉随许灌顶法会，并向长期支持西藏的台湾各界人士敬献哈达及赠送礼品。随后，副议长卓玛次仁和外交部长诺增卓玛等官员相续向在台湾的僧俗藏人发表讲话。当天下午，代表团在驻台代表隔向监参的陪同下，出席了台湾西藏人权连线在台北举办的扎西德勒台湾为题的活动，并在活动上发表演讲。台湾国会西藏连线副会长洪生汉议员、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吴豪仁教授等台湾各界人士纷纷在活动上发言。5月19号上午，代表团参访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并与代表隔向监参和工作人员举行了简短的会谈。随后，代表团与代表隔向监参和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学导师丹增南卓仁波切一道拜访了台湾政府高层官员。当天晚间，台湾国会西藏连线副会长洪生汉立委设晚宴招待来访的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团。本周一5月20号，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团和驻台代表隔向监参等政要应邀出席了中华民国台湾第16任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典礼。随后，代表团出席了在台北举行的第11届台湾国会西藏连线成立仪式，并在仪式上发表讲话。
诺增装贸部长还在仪式上为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撰写的《驾驭龙的毒焰》中文译本版进行了首发揭幕。台湾移民署、外交部和文化部的代表也出席了当天的成立活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塔兰卓玛于近日结束了对拉达克各西藏学校为期2周的访问行程。在访问拉达克期间，塔兰卓玛部长走访了偏远的牧区，并视察了尼玛、汉累、松多等地的西藏儿童村学校，并参加了学校的早会，视察了教室、厨房、宿舍、卫生站、员工宿舍和图书馆等场地，并与学生和老师进行了交流。期间，塔兰卓玛部长对各校的教职员工在地处偏远、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为教育下一代藏人而做出的努力和奉献精神表达了敬意。此外，教育部长还相续视察了拉达克藏人社区的礼堂，并听取当地藏人官员和民众代表的意见，并就如何解决当地藏人面临的问题举行了多场会议。与此同时，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失踪29周年纪念日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上周五5月17号发布声明，谴责中国长期强迫班禅喇嘛及其父母失踪，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关押29年的班禅喇嘛。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丹增列谢当天要求中国政府公布有关班禅喇嘛、他的父母和恰扎仁波切的健康状况和下落的核实信息，并强调在真相大白之前，藏人将继续展开营救班禅喇嘛的运动。1995年5月14号，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宣布更登却吉尼玛为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时隔3天后的5月17号，年仅6岁的更登却吉尼玛和他的家人被中国官员劫持，从此下落不明。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呼吁，但中国当局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的下落和健康状况的信息。截至今天，没有任何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独立的专家能够接触到班禅喇嘛，核实他或他父母的状况。更登却吉尼玛曾经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现年35岁的班禅喇嘛已经成为世界上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立陶宛共和国首都维尔纽斯的支持西藏团体成员也于当天在中国大使馆前组织抗议活动，呼吁立陶宛和欧洲各国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问题，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请继续收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博物馆于上周五5月17号以教育和研究为主题，提前1天纪念了第47届国际博物馆日。外交与新闻部增设秘书长丹增列谢在当天的活动上致辞时，介绍了西藏博物馆作为丰富西藏文化和教育基石的重要性及宗旨，并强调西藏博物馆在捍卫西藏文化和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西藏博物馆策划了当天的各项活动，并推出首款儿童套件，以及组织了以博物馆作为教育和研究焦点的重要性的讨论活动，免费参观西藏博物馆和附近的文化机构，放映强调西藏对全球重要性的纪录片，以及邀请10几名西藏艺术家展示作品等活动。从本周三5月22号开始，西藏博物馆组织了题为《九我地桑波传记》的临时展览，该展览将持续至今年9月。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